放眼看世界。課文4。倫敦。倫敦是英國的首都，也是經濟文化的中心。倫敦的天氣潮濕多雨，有霧都知稱，當中只有夏天既晴朗又溫暖，最適宜旅遊。雖然倫敦是世界重要的政治經濟中心，但仍保存不少古蹟和文物，例如白金漢宮、倫敦塔、聖保羅大教堂等。最吸引遊客的地方是大英博物館和國家美術館，那裡收藏世界各地的文物和藝術品，免費開放給公眾參觀。遊客日間可以到各個名勝逛逛，晚上可以登上倫敦眼，欣賞泰晤士河兩岸美麗的風景，享受快樂的假期。重點詞語：倫敦、英國、霧都、白金漢宮、倫敦塔、聖保羅大教堂、大英博物館、國家美術館、倫敦眼、
態，唔是河